蘋果咁樣煲水飲，燕姐有啲後悔唔早啲同你哋分享，一個禮拜煲佢2、3次。冬天嘅蘋果，如果你就咁愛嚟食呢，就浪費啦。稍為搭配一下呢，大嘅妙用。煲蘋果帶皮嚟煲呢，更加營養，但係呢，一定要洗乾淨佢。嗱，用陳皮呢，最好就刮啲內臟，再加幾粒野孩子山楂。嗱，依家咧我就唔使擔心追3條街先係餵到佢先一啖飯啊，煲佢20分鐘就可以啦。一到冬天嘅時候，係咪好多人都手腳凍冰冰呢？第二款，一個蘋果加2、3片生薑落去，再加幾粒去核嘅紅棗，已經到飯點啦，都話唔餓，覺得飽飽滯滯嘅。第三款，蘋果野孩子嘅山楂茯苓卷，都係煲佢20分鐘。有蘋果嘅甜味、陳皮嘅香味、山楂嘅果酸味，幾好飲。呢3款蘋果水各有各好，對號入座，將屋企嘅蘋果煲起嚟，唔好嘥啊！